你好，我係 Jonathan Blackmore 博士，好榮幸擔任 Covina Valley 聯合學區嘅學監。Covina Valley 聯合學區係聖蓋博福一個理想嘅學區，透過一系列卓越嘅學校同課程，為數以千計嘅學生提供服務。唔少家庭選擇 CVUSD 係因為我哋致力追求卓越學術、創新學習機會、優秀嘅教職員，以及以學生為中心，幫助每個細路成功嘅教學方針。喺 Covina Valley 聯合學區，我哋相信每個學生都值得擁有創新嘅教育，去激發佢哋無限嘅潛能。由獲獎嘅學校同敬業嘅老師，到充滿支持嘅學習環境 ，CVUSD 致力為學生嘅升學、就業同人生嘅成功做好準備。學生由小學開始到畢業，都可以獲得卓越嘅學術機會。我哋喺西班牙語同普通話雙語沉浸式課程，培養出具備雙語能力、讀寫能力同文化素養嘅學習者。學生可以透過 AP 課程、IB 國際文憑課程、早期大學機會以及雙重註冊合作夥伴關係嘅挑戰自己，等佢哋嘅高中期間就可以賺取大學學分。我哋嘅學生仲可以透過20幾條唔同嘅職業技術教育路徑去探索自己嘅興趣。喺航空航天、醫療保健、工程、商業、數碼媒體、教育、技術貿易同埋農業等專業領域，累積到豐富嘅實戰經驗，同埋獲得業界廣泛認可嘅專業技能。呢啲課程提供咗有意義嘅機會去發掘熱情，並為高需求職業做好準備。除咗優秀嘅學術課程，我哋嘅學生仲會喺現代化、最先進嘅設施入邊學習。呢啲設施旨在支持創新同參與。喺過去幾年，學區投資咗超過7000萬美元嘅改善學校，包括新建同翻新嘅課室、專業嘅職業技術教育實驗室、圖書館、體育設施、表演藝術空間，以及優化佢嘅學習環境。由 Covina 高中嘅航空航天中心，到成個學區入邊尖端嘅醫療同職業路徑設施，我哋喺校園為學生提供嘅學習、協作同成功所需嘅工具同空間。課室之外，學生透過冠軍級嘅體育運動、獲獎嘅視覺同表演藝術課程、領導力機會、社團同課外活動茁壯成長。呢啲活動幫助佢哋培養自信、品格、團隊合作同終身技能。無論係喺舞台上、運動場上、課室入邊，定係喺社區入邊，我哋都鼓勵學生追求卓越，並產生積極嘅影響。喺 Covina Valley 聯合學區，我哋致力於支持細路嘅全面發展。透過輔導服務、健康資源、擴展學習機會，以及同家庭同社區組織嘅強大合作夥伴關係，我哋確保學生得到所需嘅支持，喺學業、社交同情感上茁壯成長。我哋嘅成功體現咗學生、教職員同埋校嘅成就上面，由州級同國家級嘅認可，到冠軍體育隊伍獲獎嘅藝術課程，以及卓越嘅學術成果。CVUSD 持續展示佢當社區為咗學生成功嘅共同承諾而團結一致嗰陣，係可以創造無限可能。無論你嘅仔女係啱啱開始學習旅程，定係為升讀大學同事業成功做準備， Covina Valley Unified 都會提供各種課程、機會同支援，幫佢哋達成目標。喺 Covina Valley Unified， 創新嘅教育激發咗每個學生嘅無限潛能。我哋誠邀你了解更多關於我哋優秀嘅學校同課程，並探索點解成個 San Gabriel Valley 嘅家庭都選擇 CVUSD 作為追求卓越教育嘅首選。多謝你抽時間了解更多關於 Covina Valley Unified 學區。我哋期待歡迎你哋家庭加入我哋嘅學校。